嗱，眨下眼咧，又嚟到2026年嘅第二季啦，樓市咧又有新動靜。嗱，呢一季裏面咧，同時推出咗兩個新樓盤，一個咧就喺紅磡嘅首匯，另外一個咧就喺黃竹坑站上蓋嘅 Deepwater South。嗱，佢哋兩個屋苑嘅風格設計、定位同埋配套都有啲唔同。至於風水上咧，又有啲咩亮點呢？嗱，上集睇過首匯之後，今集咧睇埋黃竹坑嘅 Deepwater South。嗱，今集我哋要睇嘅新盤就係位於香業道11號嘅 Deepwater South， 佢咧正喺黃竹坑站上蓋。嗱，成個發展項目咧係由2期組成，總共咧有3座物業，大約合共提供617個單位。嗱，成個項目咧而家仲喺度起緊㗎，預計嘅關鍵日期咧分別喺2027年嘅年中同埋11月尾。嗱，開始之前，照舊同大家睇下佢嘅地理位置先。嗱，如果大家有睇開我之前講過嘅晉環、洋海、山形海、奧神又或者 Blue Coast 呢幾集，其實咧都應該有印象。呢幾個盤咧，包括埋今日講嘅 Deepwater South， 都係位處於一個咧好似心臟形嘅地段上面。嗱，喺呢度我帶大家睇翻呢一張地形圖先。嗱，喺地段嘅正北位置就係連接住黃竹坑站同埋香業道，呢個咧就係成個地段最主要嘅來水位。以風水學呼形學象嚟睇嘅話，呢個方向咧係屬於旺氣之源，亦即係咧直接接駁住底層商場，就好似咧血液流向心臟嘅血管咁樣。嗱，無論車流、人流都係由呢度流入，喺氣場上咧就起咗個血脈嘅作用。嗱，所以一個地段嘅來水位有幾重要，你都可以想象到啦。嗱，至於山又點呢？如果以正北一邊作為來水位嘅話，咁相反向正南一邊就係以南朗山作為靠山位啦。嗱，由於咧踏入咗2024年立春日之後，就已經正式踏入下元九運嘅地運。嗱，法則上咧係需要以正南見山、正北見水先至為之旺，所以啦，亦都算係符合呢個地運嘅法則。嗱，跟住再講下佢嘅朝向啦。嗱，我用羅間實地去勘測，再加上發展商網上提供嘅資料結合嚟研究，得出咗咧以下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首先 1A 同埋 1B 座主要咧分為3個朝向。嗱，其中呢2座嘅 A 同 B 單位大致上咧係採取咗坐西北向東南作為線道，亦都係屬於一個旺人丁嘅線道。嗱，不過啦，1B 座嘅 B 單位咧同其他嗰啲單位大概有3度嘅偏差。嗱，呢啲單位望向東南邊，景觀咧可以望到去海洋公園同埋深水灣一帶。嗱，採光同納氣都比較廣。以風水角度嚟睇嘅話咧，呢個方向納嘅水氣咧係對文昌啦，又或者從事文職、創意行業嘅人特別有利。但喺催財方面咧，我就覺得將來入伙之後咧，要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去做翻一個刺激財星嘅效應會比較好啲啦。另外，我又講下 2A 同埋 2B 座，以單位嚟劃分嘅話，佢大致可以分為5至到6個朝向嘅度數。嗱，我特別揀咗2種單位嘅朝向同大家講下。嗱，先講下 2A 座嘅 A 同 B 單位，佢哋咧係採取咗坐西向東作為主要朝向，亦都係立喺一個咧旺財嘅線道上面。嗱，呢邊咧景觀咧係以望住內園同埋對面奧神為主。理氣部分都算唔錯，但係略嫌咧巒頭景物未算係完全配合，所以有少少扣分啦。向呢邊嘅單位，我認為咧以中低層立住內園同埋對出泳池一邊嘅單位反而較為高分啲。嗱，最後我又揀咗 2B 座嘅 A 單位同埋 2C 座嘅 B 同 C 單位嚟講下。嗱，佢哋咧係採取咗坐西北向東南作為主要朝向，係立喺一個咧較為旺人丁嘅線道上面。嗱，呢邊嘅景觀咧都係以望住內園同埋對面奧神為主，理氣部分都算唔錯。同樣都係啦，我略嫌咧佢外局巒頭嘅景物唔算係完全配合。以向呢邊嘅單位嚟講，我認為咧以中低層立住內園同埋對出泳池一邊嘅單位相對較為高分，因為可以透過前面內園嘅水局作為聚氣啊。嗱，最後總結嚟講 ，Deepwater South 無論喺地理位置、外局巒頭、單位嘅朝向，整體嘅格局都係屬於穩中有旺。嗱，我會俾一個中等至到中上嘅分數佢。嗱，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面相掌信同埋易經嘅節目，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埋 Facebook 嘅。